台湾有一个女性参意大利好野人3钱要抚养因的囡仔，去年底法院作出暂时处分的裁定，8岁查囡仔爱伫咧休寒休热的时阵参因的老爸生活，一个月自治就要来处罚，不过囡仔并无意愿要去。今日日本基金会等民间团体赶伫旧历过年进前开记者会，希望社会拢来听到这囡仔的心声。另外，最高法院伫暗头已经秘停止执行，一直到控告确定进前，拢是有效的。这代表讲，这查囡仔会当伫台湾过年。如果现在到现在都比啊，因为呢，谁可以保证回得来？就要过年啊，不过8岁囡仔所烦恼初一就要出发去到基大利，经考学员甲基大利互相的抚养权纠纷，进前台北地院家事法庭是做出暂时处分，是裁定女童伫休寒的时爱甲老爸生活，随着时间接近，囡仔愈惊吓。在自以为自己可以比小孩更能争取小孩的利益的时候，他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倾听小孩的内心的声音。几内民间团体指出，去年宪法法庭做出111年度宪判2第8号的判决，并确指出，原裁定无充分尊重囡仔的表意权。伊嘛提出几个疑点，亲像法官自侵权判决到去年的裁定，敢若用事实甲囡仔的对谈两解，而且是伫裁定了后才补做事实。因认为，并无充分听取到囡仔的意见，应该撤销裁定。但是如果他不能够克服这个不能害怕自己不能回来的恐惧那他跟我表达了非常的多次，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民间团体认为，进前囡仔就是有前学转来台湾的经验，这个惊气就袂当转来。而且法官的裁定是讲，考量女童上好的利益，但是对囡仔来讲，对伊上好的就是熟悉的人甲所在。大人的纠纷，无应该牺牲囡仔，呼吁各界通斗相共。记者伫合理台北采访报道。